请问家人有真侪卖咖喱的店，拢是对流浪头这个所在来的。恁敢知影遐是安怎会号这个名 ？A 是用流浪来运送土炭 ，B 炭坑有真侪外地来的人 ，C 是战争的时阵死真侪人。哦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真正有历史啊！吼，你来办哦，你来办。队长参详啦，拜托。对啦，我感觉 A 甲 B 其中一个。 A 甲 B 其中一个。其中一个。流浪运送的土炭。对。啊，无的炭坑有真侪外地来的人。炭坑啦，是。嘿，大声讨论。这个，咱大家大声讨论啊！哈。流浪呀，外地来的人。是。安尼队长，你感觉咧？你感觉？我感觉恁感觉的。敢袂恁感觉？我感觉。系啊。恁感觉的。感觉你也感觉。我感觉你真正有。咱大家都一定要感觉到啊。我嘛是啊，恁感觉。我嘛是，我想要问制作人，你感觉？咱团长讲 B 啊，对吧 ？B， 安尼我就是 B。哦。B。好，咱来看一下。炭坑有真侪外地来的人，对唔对？机会！来！观众朋友，有家人吗？有时间爱看咱公司的台湾好主意。是，阮老师去外景介绍过。哦，这个答案就是讲 A。 用流浪运送土炭，确定哦。啊，送到迄个码头呀，迄个头呀，迄个叫流浪。流浪头。哦。啊，流浪安尼过来，流浪的送到流浪的头，迄头。多啊，底下落回安尼。咱来看一下老师讲的，伊讲伊去遐厝外景，到底对还是唔对？好，来用流浪运送土炭，对唔对？以早为家人吼来木山遐挖出来迄土炭吼，伊拢是用迄高价啥流浪，运送到即马迄个中华路口遐，吼啊，老家人甲遮着甲叫做流浪头啊。我特别去问迄个家人的老师，因讲因在地啦，毋是讲流浪头哦，流浪头是讲流浪头啊。 一定爱对，因是爱讲流浪头啊，吼，啊，就安尼叫来叫，走音怎啊变流浪头？